黑面坑咪讲。你有假是你这无尻川的？哎，什么无尻川？你唔只无面，衫破没破，甲大细车，佮家己不干呢？这位先生，你要生迄揉面团哦？敢有欠一支擀面棍？大叔，我叫多油，叫你耶！我差点讲咪啊！我快点丢！快点丢！我怕嘞！我都不相信这王坑你坑得到。老妹，这物件到底我面哩？你死流氓！你等我后口歪走，我为着要赶伊走，唔知你啦。哎呦，哎，不是大的以前那个死对头廖江湖。你敢是？唔对，是全台上界帅气的流氓。真正是你哦！哎，你笑啥？我跟你讲，我来看者什么叫做人鱼线。对嘞，安尼图你食伤好啊！我来看者，我现扛车一百度。哦，车去哦，都兼拍舞的，我足惊的。太阳大师，你来啦，我真是笑死人啊！人鱼线哦，我看你连一条鱼线拢无啦。啊，你唔就是顶摆甲阮人师去互阮站落去的迄个龙巴卡？啊好啊，你真正出大胆嘞！阮这个你嘛甲卡啊？哈，你这是啥？你大尾流氓！我看吼，你根本就是靠我啦你！等下哦，哎，莫继续讲无怕查某，你著出手这样。哇，识掠是掠强，我这安怎？我你讲啦，我若是惊你，就无甲妖媚啦。你当然要欺负面子，你真正是操死了你！你真是好，我见出来哦，我想想咧，巴拉区的少年呢，你跟因大讲白啦，你这好大啊！你加修炼池，你这欠卡死你！我无看到是，我是要走的啊！走好，去走嘛，掉在鱼线了，看那你笑，大尾龙嘛，你家路好我听，你家路好我听嘞。好啊啦，莫去乱啊啦，啊来吵去吵就做别隔壁啦，莫插伊啦，咱拢起来啦，起来，大无聊，哎，什么？哎，你莫叫是讲哦，你安尼哦，我第当给我走啊！我是要安尼惊，你若无兴趣哦，我就一直困咱遮。哎呦，佮真正无咧搞心斗呢哦。刚刚哦，你唔知你是了着什么角色哦？你若无听我话，你将来一定后悔啊！哎。就是讲哦，你咁乖，我走袂去。哎呦，啊这个哪不乖？咁是你庙讲是限制咧等我。你真正是莫名其妙，什么无代志？他规种人哦是见钱眼开啦，软头轻骨。你愈唔过伊哦，伊愈甲你食够饭。是我无错在先，是我害人受伤的。啊，你害伊受伤，就怪人袂好意思无啦？你唔敢过，我来帮你过。
足定的啦。迄实在律师拢是哦，松鹤生气，还佫有春风百回，拢实在最有名的大律师呢。我相信哦，绝对做赢迄台拖拉骨啦。告是要告安怎的啦？加浪费司法资源呢？为这头啥代志，我袂去拖累着你啦。喂，高手诶，你安尼讲啦？你还讲这个纪念词？你啥拢要安尼想我啊？这100万哦，确实真超过。因哪来去发伊讲大，至少买当较少的。安尼哦，我嘛较好交代啊。一定不管安啦，我绝对帮你告的啦。我唔准啦，我唔准恁大主大的去告啦。你若真正去告吼，我会离家出走，互恁拢找无证人。啊，无这是起笑是无啦？你就一定要有拖拉库钱，钱是袂开的。我嘛无想要互拖拉库钱，但是我都袂用你上法庭哩，我袂用你啦。啊，你较早发现袂做行走卡，那些行傻小朋友啦。啊，我就有前科啦，我都唔甘愿用生命我的面子写袂落，安尼会用你袂？我甘愿背应该拜你，安尼你听有无？几多年的秘密我拢讲出来啦，我无啥物通个顾虑啊。律师甲莲子要出事的时阵，你妈妈煞来难产。情况真危，都赶紧拿手术费。到后来，代志曝光了后，我因为摕乌心钱去用开赌，你有这款反应，所以按算。这么见笑的爸爸，这款代志头头啊讲到完，你家哪会爆料啦？你现在袂讲人言啊？歹势啦，我的爱管你阿叔，我家无害你，所有秘密拢讲出来，歹啦。我做好排这条这一步，这都无公平，所以我决定。因此，这条代志，厝后你拢莫管了，我爸爸来处理就好。多谢你来关心我，你先回去啊！我嘛要先看卖啊！我明仔载是要甲拖拉库讲。咱甲真婚姻。爸。你嘛已经付出代价啊！你做200几年的庙公，你的心灵拢无去。真是的，请你原谅我这个查某囝，我跟你做回答，为即马开始。这个我卡上讲的是大长头，害我目屎一直哭哭流。高兄啊，你真正哦，电视人小好样啊！唔叫哦，这样乖练词。点位学的点啊，以后赶快按右头把它放。3姐啊，我一定哦，会以念子做榜样，安尼友好的。不过这个，你啊亲像高手阿伯，先犯一道较大，啊，去有人怪了哦。
我唔才有机会当友好你。你若马上8岁，意思我放你关，你搞不好，你这搞不好你。明明就真高水善良，哪会对有这个代志啊？唉，你若是讲我欠3万5万就准女婿，我也敢会当斗3工替因总钱，大不了我加拍几条啊，较经济就有啊。也毋过100万呢，我就说我想要放水，我嘛无遮尔大工的水也通放，哎，真个歹处理啊！